重，主要做巴黎北南的那个去这边呢，他洗头啊，到大理啊，另外一个就在那个土地坝头啊，他们中国这里是中国，然后就他们土地里这个主要那点，如果高的什么坝头就比这坝头更好一点。我找这个是个多呢，就老陆地如果看的啊，找那种路的，哎，到高点捞去捞的那点好的好的，你说呢？那个现在，我还背过的，到山上去往北的，如果山上好了，首先呢，有对，他中国，他中国。他比那边有他那边，无因是国内全能高，那天天要帮忙，有个地，整个的，按他们国内了，就是他有地上的我就搞不清楚。但是呢，这个地呢，不说地不知道都，都知道了。这里呢是全到了，这里呢。大家跟我来讲，他们国我每天好的钱啊，如果我们做好，可以分享啊，创造业对生活做的更正确的，是吧？对，我们有啊，国内的人是这些要，再说要，那找那条内保，我找那条刀，你都有嘛，我才可以加到那个，有钱哦，有钱了。人家老国了，对，都把书报去本查，对，也就是现在不是非常美食啊，现在呢，
Uno